台南市一名70岁黄先生，因为退休以后真少出门，加上困眠加饮食混乱，造成血糖、血压，就算增加药物嘛愈来愈歹控制。因此，透过基美病院老年医学科的门诊，调整整个生活的形态，才渐渐降低慢性病的风险。举例来说，我们现在在做用药整合的时候，那有些人把他以前看了3、4颗，然后吃了10几、20种药带来给我整合。那我假设我今天都不加考虑，把这些药都全部开在一起，那就会变成说这个病人的药他要吃到10几、20种，对他也没有帮助。这个不是他来的目的啊，他来的目的是希望说我可以把他药减下来。但事实上，我直接如果把他的药减下来，那就会造成他某个指数就会变高。比如说我减血糖药，那血糖想当然就会变高。所以我必须找一些方式来去取代它本来药物的作用。那其实改变生活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。比如说血糖高的这些人，那我要建议说他饮食上面要做更动，那我要建议说他要去做运动，那这些事情就可以降低他的血糖，我就可以不用开这么多药。所以药物整合跟生活形态的介入，那其实是非常相关的。基美病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蔡江庭表示，在全球每年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超过4000万人，这些病症拢是甲基因、生理、环境、加行为的因素长期累积造成。因此，透过生活形态的调整，包括饮食、运动、睡眠、压力的管理、避免危害物质、烟甲酒等，以及正向的社会连结等6大面向的概念，确实会用有效来改善慢性病的症状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